后来，这个新竹有一个70岁乡亲走到银行，讲伊要汇200块的美金到印尼，因为对方讲只要伊汇钱过，就会寄予伊5支中国的飞啊。 古董会当赚超过1000倍到1万倍。警察甲讲这是诈骗，但是这个乡亲是颠倒敲诈警察，唔捌这个古董艺术品。上尾啊，人是有嘴讲到无烂，这个乡亲才总算相信讲这是诈骗。会多少？会200而已啊，200你要是美金。会被骗吗？200也是钱啊。对啊，那种小额诈骗最多啦。 相信诈骗集团讲的话，新竹一个70岁老先生走去银行，讲要汇200块美金去印尼，因为诈骗集团的人甲讲要寄5支中国的飞啊古董给伊。这个是大名万利，不可能那么便宜啦。那种东西，秀才一件兵。比手机顶的回间，诈骗集团假讲是古董商，讲这古董拢有鉴定的证明，骗老先生讲拿回钱就使赚1000倍到1万倍。 古董商还骗称，上次有个客户只花了100块的美金，就赚了4800万美金。警方甲行员是有嘴讲到无烂，苦劝几点钟才互这个老先生认清事实。第3年半嘛有一个负责人走去银行，讲伊的孙仔需要资金周转，赶紧要汇钱给伊，不过这其实嘛是诈骗。你有你侄子的手机吗？都是啊，不是啦，侄子没有错。 警方一直甲苦劝，要不这个负责人依然唔相信警方所讲的，讲因孙仔做生意欠15万，就算伊身躯干5万块尔，嘛要汇款给伊。加在这个行员甲环境无放弃，一直甲苦劝，伊才相信。提这民众若接到可疑电话也是消息，一定要提高警觉，唔通有辛苦钱互人白白骗去。